过来消息来看，国民健康署表示讲，当个规划女性癌症病人的医疗性冷冻卵子补助计划哦，针对伫癌症治疗的过程可能影响到荷尔蒙的罹癌的患者来提供补助。上近年底的公告实施。最近这几年，癌症有少年化的趋势，为了让得癌的人保留生育的机会，降低经济负担，国健署证实，目前正在规划医疗性冷冻卵子补助的方案。亲像治疗的过程当中，可能影响荷尔蒙的灵感，都会纳入补助。民众的需求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研究看看能不能在行政上、政府的能力上能不能协助跟帮忙。医师表示，所谓冷冻卵子，都是把女性的卵子取出来冰咧，需要的时阵才搁退冰，经过体外受精了后，才搁放倒转去子宫，也就是气宫红眼的方式。一个疗程的费用差不多是8万至12万，而且每一年爱付冷冻保存的费用差不多5000至1万不等。得癌的女性在治疗进前，若甲品质较好的卵子保存起来，就有机会生囡仔做老母。我们把卵子在年轻的时候冻起来之后，它的青春是保住的，把她的身体保养好，可能2年、3年4年以后，再来把这个卵子解冻，再跟她先生的精虫受精，然后这个胚胎再移植到她的子宫里面去。这个基本上对这个妇女来讲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。冻卵这件医疗行为其实是需要很大的费用，所以很多病友他的能力不足的情况下，他有的时候就必须先放弃冻卵，来选择他的优先治疗。国健署署长吴朝君强调讲，目前正在征询专家的意见，规划方案的细节，建立验数指引等等。实际上，受惠的人数甲需要的经费拢在估算当中，希望今年年底进前就会当准备好势，公告实施。也若外界关心社会性冷冻卵子，目前也无一个国家使用政府的资源补助，而且有可能互肯晚结婚、肯晚生囡仔情形增加，才会拢爱进一步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